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国内老2号的感冒药水，3支护所飘的优罗安药，讲106年生产的一批感冒药，这个主成分抗组织胺剂的含量无达到原本核准的规格，也就是讲，啉到这种的感冒药，根本是咧啉心酸的，恐惊都无效。这个厂商是主动向政府来通报，而且落价回收，市面上93000罐，今仔日开始来回收。咱的乡亲买到的这个3支护所飘的优罗安药，这个号码若是17003尾的，也者是有购买的收据，拢会当到药房退换货。小小啊哩，甜甜的效果快。老2号感冒药3支护所飘优罗安，厂商主动通报要回收，已经留入市面上的93000罐的感冒糖浆。药厂向食药署通报讲，11003这批优罗安内面的主成分抗组织胺剂也伫咧24个月效期内，但是伫18个月时含量无达到核准规格90%到81%，是伫咧90%以下，可能服用了后疗效不如预期，因此要求回收。它这个主成分主要是抗组织胺，就是可以舒缓一些感冒的症状，鼻塞啊之类的。食药署表示，主成分上架无预期效果，并无危害。要求厂商要在1个月内，就是5月25号前完成回收作业。这个第一次在第18月的实验的结果发现，主成分其中有一个成分是低于核准规格，本公司就立刻通报回收。感冒糖浆也未超过有效期限，却出现主成分的含量上低的情况。即马食药署嘛针对业者提出的说明，决定是毋是进一步的停处。若是认定是药效不足，会使开罚10万以上5000万以下罚款。提起民众若想买到这批优罗安，会使提产品或者收据到药局退货。